今日要介紹嘅就係大埔白石角。咁白石角除咗好多新盤進駐啦，又近科學園，就有好多企業同埋尖子人才喺入邊工作，咁令白石角都成為咗一個高尚住宅群。除咗每個屋苑有自己嘅會所，行出去海皮位置亦都有個2公里長嘅單車徑同埋海濱長廊。亦都有日隆坊商場同埋科學園商場兩邊可以使用，有超市、各種餐廳、診所、美容院、教育中心等等都有。交通方面亦都有多條小巴線、巴士線前往大學、大埔、沙田、觀塘都有。天賦海灣2期盈寓主要都係3至4房，咁主要都係園景同山景。而影片呢個單位呢，就係一個3房2廁加工人套廁嘅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1013尺，向東北來源位置嘅景觀。如果3房唔夠，仲有個係向南山景1004尺4房3廁連工人套嘅單位。如果鍾意海景嘅朋友，可以帶你睇天賦海灣1期，有個1007尺嘅單位，係4房3廁加工人套廁，係房同廳都全海景。咁如果仲唔夠住呢，仲有一個係喺天賦海灣3期，有2100尺4房4廁加工人套廁，仲有私人 lift lobby， 個廳呢係大到可以踩單車嘅。咁一路見到右下角有啲餐廳，咁就係我今日喺網上揾返嚟，所以其實而家白石角已經係超多餐廳，唔使擔心冇嘢食，而且我都未錄到晒所有餐廳嘅。最後就係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，咁我下次有其他影片同屋苑介紹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亦都歡迎掃描個 QR code WhatsApp 我，帶你去實地睇樓。